喺度首先讓我代表主辦機構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歡迎嚟到現場嘅同埋喺網上嘅老師同埋同學嚟參加今次嘅講座。今日我哋呢個講座就係講紀念抗戰80週年。喺80幾年前，我哋嘅祖國面臨住山河破碎。我哋喺中國當時嘅歷史環境呢，係面臨住呢一個生死存亡嘅呢一個嚴峻嘅歷史時刻。咁我哋今日又講紀念抗戰嘅勝利。咁究竟呢一段嘅中國歷史係點樣嘅呢？咁我哋又要紀念啲乜嘢呢？咁我哋咧亦都希望今日通過邱博士嘅呢個講座，能夠讓我哋了解呢段歷史，讓各位同學可以了解、感受同埋觸摸呢段歷史嘅脈搏。好多謝各位，希望各位能夠有一個豐盛嘅下午。係，多謝崔主席。或者等我先介紹下我哋今日嘅主講者阿邱博士啦。邱日博士係香港嘅歷史學家、文化傳媒人。佢以哲學博士嘅學位畢業於香港大學。佢曾任職多所大學，現擔任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考評局公民與社會發展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計劃顧問等等。邱博士專注於歷史、文化、軍事學同埋香港歷史嘅研究。佢嘅教學經驗豐富，善於聯繫古今，結合歷史文本同傳人教育，設計咗多個古至今用嘅課程。喺過去20多年，邱博士積極參與公眾嘅講座，講解國情，尤其係通過中國文化同歷史連結當代嘅中國，共舉辦過百場嘅有關國情與國家安全戰略嘅講座，亦都喺政府機構同埋相關嘅文化機構合作。好似今年6月，邱博士就為公務員學院全新嘅向世界説明中國系列講座擔任主講，亦都非常成功。唔少講座嘅參與人數更加係過千人嘅。各位都可能聽過3年08個月呢句説話啦。咁喺我哋嘅長輩當中，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時間，亦都係一段深刻嘅記憶。從1941年嘅12月到1945年嘅8月，香港經歷咗入戰時期。呢段歷史當中有好多嘅香港市民都參與其中，佢哋冒住生命危險進行咗一系列嘅抗日鬥爭。我哋而家回顧呢段歷史，係為咗珍視和平與正義。抗戰嘅勝利喺近代以嚟中國抗擊外敵入侵嘅第一次完全勝利。佢洗刷咗8年嘅國恥，重新確立咗中國喺世界上嘅大國地位，亦都開闢咗我哋民族偉大復興嘅光明前景。我哋成日話獅子山精神係香港嘅精神，其實喺抗戰時期香港人身上會體驗得淋漓盡致。了解同銘記呢段歷史，更加可以刷新我哋如今愛國愛港概念嘅理解，珍惜我哋來之不易嘅和平與繁榮。而家有請我哋崔以雲主席咧頒發紀念品俾邱博士。好，唔該晒兩位。而家將時間交翻俾我哋邱博士，大家歡迎邱日博士。好，各位崔校長、崔總監、崔校監、各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日呢個題目咧，其實就抗戰勝利80年。咁我哋作為80年之後戰勝者嘅後代，點睇呢場戰爭？日本係一個好複雜問題。我首先界定咗我哋今日題目先。呢張相咧，我係將兩段歷史時空攞出嚟比較嘅，一個係1937年嘅上海南站，一個係喺中國一個叫055嘅驅逐艦上面一個小朋友對照，一個對照。
嗱，我首先界定咗今日題目先嚇。我係好中意去日本嘅，OK？ 我係睇好多日本嘅唔同嘅電影同書籍。咁啊，有一年咧，我去咗日本早稻田大學，我訪問咗7個月，作為一個訪問學者。咁啊，當時咧，你知道日本人咧，其實就比較困難去好熟做朋友嘅。日本人有個好遠嘅距離，佢講嘅嘢咧係比較難去了解嘅。咁啊，後來咧就有個讀漢學嘅日本女仔，佢係一個研究生，佢識講普通話，佢就問咗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咧，我想作為今日成個講座嘅主要嘅我哋嘅論調。佢問我一個問題咁問嘅，佢話：你哋中國歷史有8國聯軍欺負過你哋8個國家，點解你哋最記得日本？或者你點解你哋最憎日本？佢當時咁問我嘅。嗱，佢問題嘅潛意識係咩咧？就係其實我係1%啫。點解你記住我咧？唔好記住我得唔得 ？OK？ 我個回應好簡單，我回應好簡單，3個原因。3個原因。嗱，即使我好喜歡去日本，我都答佢3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由1895到1945，日本持續侵略我哋50年。OK？ 第二個原因，喺50年入邊，我哋非正常死亡1億，抗日戰爭3500萬，殺戮最多。第三個原因，日本人對我哋嘅殺戮係虐待式、侮辱式嘅殺戮。嗱，你哋好多同學係細咧，我唔會講好多呢啲詳情。但係喺成個抗日戰爭，你發現咧，日本因為我睇日本隨軍記者嘅記錄，日本人嘅殺戮係直情係將你咧手手地地眼眼耳耳切咗，會一種你覺得我呢班咩人嚟嘅？變態嘅呢班。所以我用翻3個論點嚟講翻呢樣嘢。即使我哋今日可能好多同學我哋去日本旅行啊，話中日本嘢啊，得，歷史係歷史 ，OK？ 我哋今日嘅第一個題目啦，嗱，呢張相咧，哇，你嘅芒真係好靚。呢張相咧叫南京1945 9月9日9點，係一幅畫嚟嘅。入邊咧其實咧係將中日日本投降嗰張咧畫咗出嚟，但係入邊加咗好多傷兵嘅人物落去。我哋今日第一部分係講咩咧？就係我哋紀念咩啊？我哋紀念咩啊？去到80年後今日，我哋究竟紀念乜嘢？值唔值得我哋紀念？或者歷史係咪過去啦？第一個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教科書冇教嘅就係我哋靠咩贏啊？其實係成個歷史我哋靠咩贏㗎？點樣打贏日本人㗎？憑乜嘢我哋打贏日本人？如果冇美國嘅幫手，我哋打唔打得贏美國人？打唔贏日本人？第三就係咁呢件事嘅意義係乜嘢？好啦，頭先主持講咗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咁有冇關係咧？點樣論證呢個關係咧？嗱，我時間好少嘅啫，我哋1個鐘頭10分鐘，而家過到5分鐘啦。嗱，一陣間就嚟到鐘嘅時候咧，你提我喎，知唔知啊？提我啊，如果唔係我係咁講噶啦。第一個問題，我哋紀念啲乜嘢？嗱，呢張相咧就係93閱兵一個老兵嘅側面影過去 ，OK？ 好多日本人，我有好多日本朋友，我亦都好多香港朋友會同我講呢件事嘅。歷史結束啦，打10年啦，打10年啦，你仲記佢做乜嘢？打10年 ，OK？ 我哋換一個角度，我哋唔睇我哋中國人，我哋睇下日本人點記呢件事好嘛？我個方法好簡單㗎咋，我哋唔睇調查，我睇下過去由7月到8月2個月，日本電影院做過咩同2戰有關嘅電影，我哋就知道日本點紀念。黑川之女，咩叫黑川啊？黑龍江，點解日本係黑龍江出現啊？呢度係講咩咧？就係一班日本嘅婦女去到黑龍江，然後喺東德受盡艱苦，然後受盡折磨先去日本，因為好凄涼。但係呢套電影冇講一個問題，就係呢班人點喺黑龍江出現？即係話一班日本人點喺黑龍江出現？冇講呢樣嘢，然後佢係一種咧受害者嘅角度。我哋日本係受害者 ，OK？ 繼續木上之軍隊，呢個係講沖繩嘅2個士兵，唔知道日本已經投降咗，結果咧係繼續咧喺沖繩上面咧係打咗2年，入邊嘅士兵全部都係善良嘅、英勇嘅、忠義嘅呢個角度 ，OK？ 然後第3套長期閃光或者係叫長期閃光之影啦嚇，入邊講咩咧？就係
3到4個見習嘅女護士點樣喺原子彈爆炸之後拼死救傷員，但係冇問一個問題，點解我哋要原子彈打？好簡單，我係受害者。哇，好英勇啊！呢女幾護士救咗好多人啊！你睇完之後都想喊咁滯嘅，但係佢冇解釋點解我哋原子彈打。然後滿天知識喺度紀錄片係講咩呢？日本一艘遊船遊輪啦嚇，俾美軍潛水艇擊沉，上邊有700幾個細路仔，都係個角度啊！我哋受害者，我哋就係受害者，但係佢冇解釋點解美軍要打你？點解？繼續咯喎！呢套係套卡通片，係重影嘅，可能在座有人睇過。呢個卡通片係講咩呢？叫做咧係世界角落。入邊講咧就係兩到3個細路仔咧喺廣島郊外俾原子彈打嘅時候咧，問咗2個問題：點解要轟炸我哋？我哋點解要向呢個暴力屈服 ？OK， 日本人咁講嘅。OK， 然後仲有一套叫做雪風，雪風係驅逐艦雪風。佢2戰之後咧，呢個係唯一一艘日本嘅驅逐艦咧係冇俾人打沉嘅。入邊想講咩就係日本嘅海軍，哇非常英勇啊，極度之咧係。即係哇！即係，如果唔係因為某啲原因就打敗仗。最後一套電影咧係好顯示日本嘅態度。呢個電影咧就叫做咧係《太陽之子》。咩叫太陽之子咧？就係有3個日本年輕科學家喺度設計緊原子彈，差啲成功。呢個電影咩意思啊？就係如果原子彈成功嘅話，我哋就唔會俾美國打。呢個係日本嘅態度。好簡單啊！日本電影有呢個態度，咁可以你同我講嘅，係咁算啦。日本人電影都係咁嘅啫。OK， 第二個問題咯，得10年到而家，成個責任嘅追究係咪結束？我揾一件事嘅啫。在座舉一舉手得㗎啦。有冇人聽過731 ？OK， 得，好停。731係細菌戰。731咧係譬如話你你冇着衫褲，然後咧係冬天凍到你咧係零下30幾度，凍死你之後再將你榨乾蒸乾嗰啲731。呢個係731負責人石川四郎石井四郎，老年嘅石井四郎。731犯下反人類嘅罪行，冇事嘅喎，老年安樂死。冇任何嘅懲罰，冇任何嘅判刑。原因好簡單，因為731咧係人類嘅第一次用細菌去咁樣去剖析人咧。當時嘅美軍有個叫桑德斯上校接收咗731嘅報告，接收完之後發現哇啲報告好正嘅，原因幾樣嘢嘅。第一，哇無價，因為用真人去試，用我哋中國人去試，無價嘅，冇可能要人去試嘅。第二係咩咧？就係哇喺人體實驗，我哋美國做唔到，日本人幫佢做咗。最後係咩啊？成個成本好低，成本係咩啊？放咗佢哋。所以成個731由管理層去到下邊，成度冇事嘅冇個，全到中路嘅，全到安路嘅。OK， 然後你發現佢嘅代價係咩？代價就係我哋中國人嘅生命。咁你話追究係咪責任追完咧？唔似731部隊嘅，好多如果你睇抗日戰爭，大量嘅包括香港。好多嘅日本嘅軍人係未受過懲罰嘅 ，OK， 所以好奇特，我哋係勝利者嘅後代，幾多問題未解決？繼續，你可以同我講 ，OK， 都係歷史係咪？都係歷史，我哋唔使重視嘅，都係歷史過去啦，唔好再睇啦。日本係美國駐軍最多地方，無論駐軍基地，無論駐軍嘅人，日本都係最多。直到今日，呢啲唔係歷史啦啩？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日本係世界上最希望中國分裂嘅國家，直到而家。即係話，我想要講一樣嘢就係，佢既係歷史，又係現實。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矛盾結構，咩？就係日本呢個國家一強大，佢就往西邊打。第一個就係朝鮮半島，第二個就係中國。即係話佢強大就打我哋噶啦。我哋強大唔會打佢，因為我對日本冇興趣。但係佢強大打我哋，咁所以形成咧就係4個字：警鐘長鳴。OK， 咁我哋要紀念乜嘢？我嘗試用2個故事去講紀念乜嘢。731部隊係咪？731
咁啊，我想再問一個問題，有冇同學去過731呢個罪證嘅展覽館啊？有嘅舉一舉手。有冇啊？咁漢華可以安排下去嘅，因為個設計非常好，呢個設計非常好，成個館係咁設計嘅。先入去係光，落去一層一層一層，越嚟越黑，越嚟越黑，最後打開係咁樣嘅。OK， 即係話佢係一個光嘅，然後一路深一路深一路深色一路深色去到黑色，然後打開門又係光嘅。然後我當日去嘅時候咧，我係帶住嗰個導賞。導賞嗰位女士係未講完嘢嘅，佢繼續講嘢啊！哇，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啊，所以我將佢番説話今日引入喺度。佢點講？因為我帶住往住光明走啊，記住啊，黑暗往住光明走。佢哋同我講唔好回頭，唔好翻轉頭望，向前走，叫我哋向前走，唔好翻轉頭啦。出口有光，有人間煙火，亦都有國泰民安。你今日行出去就見到國泰民安噶啦。我哋而家都係㗎，世界幾舒服，中意去邊度玩得，中意食啲乜嘢都得。佢未講完㗎，唔好忘記，當你去到國泰民安嘅時候，你唔好忘記利是嘅路有民族苦難，亦都有國恨家仇。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角度。我哋今日所享受嘅一切，其實係數以千萬計嘅我哋嘅前輩仁人志士犧牲嘅結果嚟嘅。點解會有呢個？即係我哋最後中華民族點樣走得出嚟咧？就係呢個經歷。OK， 最後一個總結，我哋紀念乜嘢？落後就捱打，呢個教訓嚟。近代史，我哋俾英國、法國、日本等等。近代史我哋北京淪陷2次，南京被屠城3次。OK， 落後捱打，被屠殺嘅教訓。第二個咩咧？就係我哋全國中國人莫大嘅犧牲，即係唔係話死咗3500萬人，入邊大量嘅人係鞠躬盡瘁死，然後戰勝邪惡。日本法西斯係邪惡嘅，咩叫邪惡？佢唔係殺你咁簡單，佢係虐待咁殺你。嗱，我再講一次，由於你哋年齡嘅關係咧，我唔講呢一 part 嚇。但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你久食唔落飯嘅。最後係咩咧？最後成個係自強，最後都係自強。中華民族能夠走出嚟抗日戰爭，有個好好嘅作用。我今日就想講呢個故事。最後，如果你睇唔明，哇，好多字啊，4個字，吾輩自強。我哋要自強，唔自強被打，唔自強我哋莫大嘅犧牲。OK， 好啦，嚟咯喎，點解我哋戰勝？嗱，抗日戰爭咧，其實係而家分到4個階段，我分到4個階段啦。而家叫14年抗戰，我哋細嘅時候咧學嘅係8年抗戰，咁我而家將佢分到4個階段。OK， 4個階段，我略講一次，我諗你會明嘅啦，會明。第一個階段咧係31至36，呢個階段好凄涼。東德特色係咩咧？就係當時主力嘅國民黨、國民政府或者係東德軍嘅張學良係退縮嘅，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有東德聯軍抗日。OK， 東德聯軍抗日呢段歷史咧，其實咧係以前嚟講咧，我哋唔係好重視。而家嚟講咧，就放去抗日嘅一個整體嚟講，因為好簡單，冇咗呢一段嘅話，我哋睇唔到成個中國喺艱苦嘅歲月點樣走出嚟。第二個階段1年嘅啫，好凄涼呢個階段。1937年抗日戰爭完全爆發，我哋同日本人死過，結果係兵敗如山倒。呢1年之內，德京即係以前叫德庭、大同、南京、上海全部淪陷。1年之內，喺呢1年之內，國民政府入邊接近15% 嘅將領喺呢1年死去。OK。如果你有間學校咧叫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咧訓練咗咧差唔多300幾個畢業生咧，其中100個就喺呢1年度死去。即係話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同日本人對決嘅時候慘敗，然後第3階段一路磨落去啦。我哋嘗試揾一個方法，持久戰，空間換時間。我哋用聰明嘅方法同佢打。以前嚟講，我同佢死過，但係因為佢武器太強勁，我哋得刀，我哋得劍，唔夠空間換時間。然後第4階段，最後階段咧就係戰略嘅一個反攻，美國軍隊、盟軍、中國共產黨等，
喺中國北方喺其他地方同日本打過，最後係以日本戰敗投降結束。4個階段，其中我想講一講第一階段，我俾少少時間講第一階段，因為第一階段咧，我哋喺歷史上好少講到。呢個係東德，日本人喺1931年侵略我哋東德，然後咧建立攞呢啲咧叫做團，叫做旅團。咩意思咧？就係佢將一個鎮封起嚟，然後加咗好多咧係溝渠，等冇辦法同出邊有交往。然後出邊嘅譬如想打游擊戰嘅時候點打咧？嗱，俾張相你睇，呢個咧係東德聯軍一個好重要嘅口號：抗聯從此過，子孫不斷頭。即係話我哋東德有反抗嘅，我哋東德人喺呢個時候反抗抗聯，我哋東德抗聯喺呢度經過嘅時候，我哋子孫唔使死。OK， 但係嗱講就容易，好凄涼嘅。因為第一，佢哋武器極差，游擊隊啊嘛。第二，生活嘅食嘅極差。第二張圖你望一望得啦。sorry， 抗聯當時喺東德打，呢個係地圖，即係話佢哋以咧大約4萬人嘅士兵咧，係同日本20幾萬關東軍打咗由31年打到去45年。其中呢隻鞋，東北好凍㗎，東北好凍㗎。呢隻鞋咧，我係抗日戰爭博物館影落嚟，入邊係用草嘅。你就發現咧，當時窮到咩程度咧？就係佢哋係食草，佢哋係用草咧去暖自己嘅。所以你見到咧，佢哋食物又係好多都係食唔飽食草嘅。呢個係佢隻靴，佢隻靴定係塞滿咗草嘅。佢件衫咧，如果你留意到咧，入邊都係塞滿咗草。因為好簡單，我哋唔夠食，又要保暖，而且諗到好多方法咧。譬如話冬天嘅時候咧，點樣保持食物嘅溫度，用咗好多方法。我介紹一個人，嗱，呢個叫楊正宇。楊正宇係一個河南人，嗱，記住啊，河南人去咗東德打，然後咧係做東德抗聯軍嘅第1路總司令。咁啊，楊正宇咧當時咧就係好凄涼啦，因為咧佢係以幾千人咧係俾日本仔5萬個圍打嘅。然後最後佢係喺東德嘅大山大樹入邊咧，係同日本人打咗最後5日。呢張相日本人影嘅。嗱，我今日用嘅好多資料喺日本資料炒翻落嚟，佢死係咁樣，死咗啦。好簡單，因為同日本人最後係日本人喺荒山野嶺入邊將佢打死咗。故事未完嘅，打死咗楊正宇之後咧，日本人想做一件事，就係點解佢喺山入邊5、6日，究竟佢食啲咩咧？咁啊，日本人咧就將個肚劏開，睇下佢入邊食啲乜嘢，然後就發現咧楊正宇嘅肚入邊咧主要係草，主要係樹皮，主要係雪水，即係雪流落嚟嘅水。OK， 即係話咧楊正宇咧用佢自己咧最後嘅生命咧係表達咗咧就係子孫不斷頭嘅故事。咁啊有套電視咧係最近係講緊呢樣嘢嘅，入邊一首歌係唔錯嘅，但係我哋俾大約2分鐘聽聽首歌好唔好啊 ？OK， 佢入邊講到咧就係東德聯軍一啲情況。咧係最後4萬人戰死3萬嘅代價。OK。差唔多死咗接近75% 嘅代價。而家喺中國嘅抗日戰爭歷史入邊咧，東德聯軍尤其係1931到1945呢個階段咧，而家多咗講佢哋故事。嗱，呢個係豐子愷嘅漫畫。豐子愷咧，如果你哋老師或者我諗同學已經好少睇。豐子愷咧通常畫一啲咧係即係孝順啊、家庭啊，全部溫馨嘅。我好少見到豐子愷啲漫畫。豐子愷呢張漫畫好簡單嘅啫，就係日本人打落嚟嘅時候，平民嘅死去嗱，打落嚟嘅時候細路仔嘅死去。豐子愷好少畫呢啲畫，如果你睇豐子愷，全部都唔係呢啲畫嚟。呢個係再打落去嘅時候咧，係媽媽嘅死去。然後呢一張係一張願望嚟嘅，就係希望有天使能夠接咗呢個導彈，接咗呢個炸彈。咁啊，等下邊嘅唔使死，咁呢個根本係盼望嚟嘅。我用一啲日本嘅數據，大家去望一望。呢封信咧係攻打南京嘅時候咧，日本隨軍嘅信。
我哋睇呢啲信嘅時候咧，嗱我自己，我通常係經過翻譯去睇，我唔能夠直接睇日文。呢啲信咧有兩個特色嘅，日本人寫呢啲信有幾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好温馨㗎，即係話日本軍人咧寫俾佢屋企人好温馨啊！阿太郎點啊？二郎點啊？阿小娟有冇着衫啊？類似呢啲咁嘅故事㗎。但係佢信入邊會透露好多信息。呢一個。呢把攻打南京，即係南京大屠殺之前咧，呢一句其實係解釋咗南京保衛戰非常激烈嘅，即係話佢入邊有軍隊全軍覆沒，日本軍隊全軍覆沒。OK， 第二亦都講咗一個情景係咩咧？就係南京市入邊堆住一大堆高嘅屍體。我哋而家話南京大屠殺咧係死咗30萬人，點計嘅？好多人問過我，哇點計？冇可能計到，有得計。因為南京大屠殺之後咧，有個好大嘅收屍體，收屍嘅每個仵作去收屍嘅，每條屍2分錢，呢個記錄嚟嘅。結果就計咗咧，南京喺呢個階段咧，大約收咗29萬幾條屍，然後仲有其他人㗎嘛，加埋大約30萬，所以大過30萬。然後仲有呢句日本士兵。你睇呢個，如果我哋唔睇，我哋以為一個父親寫俾佢屋企人㗎，故鄉各位，天氣凍啦，各位保重身體啊！我要發奮圖強，賣力為國奮鬥，報效國家。你如果睇近代中國嘅抗日戰爭咧，經常睇到呢啲內容嘅，即係話佢好温馨咁寫一大堆嘢，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係做緊殺戮嘅故事。所以好有趣嘅地方邊度咧？就係如果你唔係睇日本隨軍記者啲記錄咧，你係睇唔到佢實際上係點操作嘅。OK， 嗱時間關係咧，我用一段短嘅簡單片咧，係講一講成個日本喺南京大屠殺嘅經歷啊，多少啲短啲。30多萬軍民被害，要對此負重大責任嘅日軍軍官，戰後已被定罪並處決。日軍係中國慘無人道嘅暴行，唔單止南京大屠殺，其他仲有731部隊喺東北等地進行生物戰、細菌戰同人類活體實驗，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1940年百團大戰後，日軍仲喺華北地區實行3光政策，即係殺光、燒光、搶光。當然，不容遺忘嘅仲包括日軍強徵20多萬中國婦女為慰安婦。抗戰14年間，日軍喺中華大地上留下無數殘忍暴行，不容被刪改或美化。2014年，國家確立12月13日
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祭奠罹難同胞，懷緬民族英雄。呢段慘痛嘅歷史需要銘記，唔係為咗延續仇恨，更係要了解戰爭嘅殘酷，珍惜今日嘅和平。OK， 講下香港。呢個係一個大埔嘅村民叫李志英啊。咁啊，佢後來加入咗東江中隊。咁啊，我訪問佢嘅時候咧，佢講咗個故事，就係當時香港人咧係點樣去支持國內嘅抗戰。OK， 佢就話咧，就當時嚟講咧，就係因為佢好細個，當時13歲嘅啫。咁啊，發現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人係唱緊歌嘅嚇。咁啊，即場唱到俾我聽嘅。同胞們，誰聽我來講，我們的東鄰舍有一個小東陽，一些年來練兵馬，東亞千槍把，一心要把中國加油，就一萬兵提起風浪。練兵馬強佔了我信仰，殺的殺的搶的搶，老百姓都在揚，東北是上必滅亡的呀喲。嗱，我訪問佢嘅時候咧，佢差唔多係達13歲。咁啊，當時嚟講咧，其實佢係受到咧係老人好多病嘅折磨咧，佢嘅頭係抬唔起嘅。但係唱呢首歌嘅時候咧，佢係非常激動，然後就一路唱一路唱一路唱。咁啊，事實上咧喺成個抗日戰爭咧，香港對內地對中國嘅唔單止係受到日本人嘅侵略啦，香港同一時間咧喺支持國內入邊咧係做到好多嘅。呢度咧有段片咧係略略介紹到呢個情況嘅。1937年77盧溝橋事變之後，全面抗戰爆發，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嘅一個中心。國民政府呼籲全國人民應救救國公債，去籌募抗戰經費。香港華人同全國人民一樣，掏盡錢包捐錢抗戰。據報救國公債喺香港一共籌得864萬。除咗出錢，有人甚至身體力行。1938年，香港九龍新界司機總工會嘅工人喺香港買前方急需嘅救護車同藥物，直接開車去到桂林交俾八路軍辦事處。亦都有香港嘅醫護自發到上海等地服務，投身抗戰嘅前線。日本人有好多槍，日本有飛機，日本有航空母艦。中國嗰陣時一個士兵，每個士兵一年4發子彈，而且唔係有槍嘅，有啲士兵係冇槍嘅。咁中日實力懸殊點打呢？嗱，我舉一個例，呢個呢，就如果大家對文學有興趣呢，佢係白先勇嘅爸爸，叫做白崇禧。白崇禧嘅1938年開始諗咗個方法。嗱，中國人點打仗你就諗啦。1937年兵大如山倒，1938年點搞呢？白崇禧當時咧係副總參謀長，好簡單嘅概念。第一個概念，我哋可唔可以唔打正規戰？正面打唔贏，我哋游擊戰同佢打得唔得？呢個係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咧就係我哋同日本人打，我哋唔好爭取大勝，我哋爭取積少成多。然後最重要就係呢句説話：空間換時間。咩叫空間換時間？即係話中國人喺戰爭嚟講，佢第一個概念，空間換時間點樣睇？中國地圖。如果你睇中國地圖咧，你會發現一個好獨特嘅特色嘅，從東到西3級制。咩叫3級制咧？就係越向住西邊去，高山越多；越向住東邊去，越大平原。呢個係3級制。暗示啲咩咧？就係東邊係好易打嘅，因為東邊係平原，中間開始係山嶺，後邊就係高山啦。咁即係話中國如果同日本人打咧，就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我哋唔同佢守住呢度，我哋同佢喺度主要喺度打，然後用後邊咧後方去支援。嗱，我舉一個例，呢個係中國當年1937年嘅鐵路。日本人點解最初1-2年打我哋咁容易呢？因為佢順住鐵路落嚟噶嘛，順鐵路落嚟。但係咧記住喎，去到中間就已經冇鐵路咯喎，
即係話簡單嚟講，如果同日本人打，一開始日本人一定打贏，因為佢係平地，佢係鐵路，一定打贏。但係繼續打落去，拖落去嘅話，空間換時間，我哋唔一定輸嘅。然後你睇呢張圖亦都係嘅，事實成個抗日戰爭咧，大部分時間其實就喺第一階段嗰度地方打，第一階段嗰個地方打，第二階段都有，第三階段完全唔涉及。咁即係話，如果同日本人打，你就唔係傻到咧喺呢個位置同佢死過嘅，你係將佢拖到呢個位置，慢慢同佢磨落去。OK， 嗱呢個咧係國民政府空間換時間嘅一個概念。但係如果淨係咁咧，係唔夠嘅，唔夠嘅，因為淨係咁，我哋只有地理優勢，唔夠嘅。我要介紹另一個人。呢張上面有兩個人，你哋嘅右手邊係朱德，你哋左手邊係毛澤東。毛澤東喺1938年寫一本書叫做《論持久戰》，成個抗日戰爭最後就係跟住毛澤東呢個概念打落去。佢講點講呢？佢就話我哋懸殊啊，力量懸殊。我哋點打？我哋唔係同佢死過，我哋慢慢消磨佢，長期消磨佢，最後勝利。嗱，你咁睇你睇唔明嘅，我用圖示好嘛？呢個日本，呢個中國。毛澤東本書咁講咯喎，第一，日本打得武器犀利，是丁精英鋭，我哋唔打得。我哋最多就係刀啊、槍啊，日本有晒所有嘅裝備嘅，所以我哋唔好直面打。OK， 第一樣嘢，敵我分析嘛，佢強我弱。日本嘅問題邊度啊？國小民少，日本呢個國家好細，成個國家夾埋8000幾萬人口。嗱，今日1億幾，今日8000幾萬人口。中國嘅優勢係咩啊？國大人多，個國家好大。國大咩概念啊？就係空間戰啊嘛。然後人多，我哋有4億人喎，4億人喎，咁即係話事實上，如果能夠將啲人叫出嚟嘅時候，我哋未必輸嘅喎。OK， 嗱，所有同學都留意啊，我要記住一樣嘢，又係讀書嘅時候，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我哋總有我哋優點嘅。然後日本資源有限，尤其係石油，尤其係好多煤礦有限嘅，唔夠嘅，即係話日本係冇可能打持久戰。佢資源有限，佢人少，拖下佢就死㗎啦。而中國嘅優點係咩啊？地理極優勢，我哋有3級嘅，由淺到深，由平到高，即係話第一部分我哋輸，後邊嗰份我哋可能贏嘅喎。然後日本係咩啊？佢由於人少，由於資源缺乏，佢好難持久㗎，好難撐落去嘅。咁我哋點打？我哋撐佢咯，拖佢，拖到日本最後打敗。然後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成個抗日戰爭無論係侵略我哋，無論係殺戮過程，都係得正義嘅。即係話連日本人都覺得哇，你真係離晒譜啊！而我哋係正義嘅，正義有咩好處？就可以將好多人叫出嚟。OK， 嗱，你睇呢張圖咧，同頭先白崇禧有咩最大唔同咧？就係毛澤東嘅分析入邊加咗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人。我哋人多。我哋人係有優勢嘅，咁我重點嚟咯，即係話抗日戰爭去到第2階段咧，就係唔單止空間同時間關係，係人嘅關係。好簡單，呢個係軍事，呢個人喺呢個過程入邊最難嘅係咩咧？將人叫醒。喺抗日戰爭最需要嘅地方係咩？同中國人講2件事嘅啫，你得2條路選擇。投降嘅話死得好慘，唔投降嘅話仲有機會一搏，從盲目到覺醒嘛。所以喺我哋今日睇抗日戰爭咧，除咗我哋睇咧係嗰個空間同時間之後咧，人嘅支持、人嘅轉變好大。好啦，我哋睇下結果咯。我哋睇結果咧，我哋就唔睇一啲咧係我哋中國人自己寫嘅嘢，我哋睇外國人寫嘅嘢。OK。1940年嘅時候咧，好多外國記者咧就去咗咧係延安，去咗中國北方去睇中國嘅軍隊。嗱，我睇外國記者，咁啊，譬如咧有啲記者就話嗱，呢張相當時嘅延安軍隊，延安係陝西，你會覺得延安嘅軍隊食都食唔飽嘅，點樣可能仲會係哇比
其他地方都強壯同埋健康。原因好簡單嘅啫，佢表達出嚟嗰種樂觀、嗰種積極、嗰種鬥志係非常好嘅。然後合眾社記者霍文發現咧，就係成個共產黨嘅軍隊咧，係佢能夠所見營養最好嘅軍隊。你想象冇可能㗎，即係當時嚟講咧，譬如喺重慶嘅國民政府嘅軍隊嘅補給好多，但係佢表達出嚟嘅時候咧，呢種感覺，我啲相全部都係啲記者影落嚟。然後咧有一個記者叫做 Helen Snow， 即係斯諾嘅老婆，佢就話咧話喺中國而家發現咧一種新嘅力量喺人類最古老變化最少嘅文明入邊咧創建一個新嘅世界，即係話毛澤東持久戰入邊人嘅因素。好啦，我哋唔好睇外國咁簡單啦，我哋睇一個最重要嘅數據。日本人咧有本書 ，sorry 啊，呢本書咧係日本人喺戰後咧寫咗好多啲書嘅。呢本書咧叫《德之治安戰》。咩叫德之治安戰咧？就係華德治安戰。日本喺華德治安戰入邊咧分析咗好多嘢，其中係呢一段。我覺得呢一段咧係好重要，就係講咗抗日戰爭點解最後我哋能夠打贏。佢入邊講，佢發現一樣嘢，日本人發現一樣嘢，就係中共嘅軍隊同其他嘅軍閥啊、國民政府唔同嘅，係好獨特嘅。佢發現咧，中共軍隊咧好了解民眾嘅，而且咧為咗獲得民眾嘅支持咧，係會用盡時間去爭取民心。唔單止俾呢個咧係日本人勝利，比重慶仲要犀利。然後亦都係咁咧，就發現咧，就算軍隊處於劣勢，但係因為咧，由於咧有全民嘅支持咧，所以你想像唔到嘅有韌性喺度。最後呢個結論非常之好嘅。佢喺戰術上嚟講咧，話呢班軍隊其實唔係來自咩馬克思啊、列寧嘅，而係話好純熟運用中國嘅風土同歷史建立嘅民族主義走出嚟。即係話日本人其實應該開始睇到咧，就係中共嘅軍隊無論喺組織、無論喺結構、無論喺打法咧，係中國傳統歷史，然後加上佢嘅紀律，然後成為一體。OK， 好啦，我哋睇結果咯。呢個調咧，我做咗好耐。呢個調咧係1939年之後嘅結果，就係1939年到45年之後，中日各場戰爭究竟結果係點樣 ？OK， 由1939去到1945，我哋打咗23次大戰，嗱，大嘅規模啊，大嘅規模戰。你會見到成個算法入邊，中國係勝多負少，即係話去到39年之後，我哋換咗另一種戰法嘅時候，同日本人打，我哋反而係贏多輸少㗎。其中第一個黃色嘅係大勝啊，紅色嘅係勝，藍色嘅係大。我哋贏咗15次，其中大勝係9次，然後我哋輸咗6次，其中即係輸咗8次，其中大敗6次。你就發現哇，唔差㗎喎。記住喎，裝備差，我哋裝備好差嘅，我哋甚至打嘅士兵嘅能力都唔夠日本人打。但係最後打出嚟結果23次入邊15勝8負。點解？好簡單，人嘅因素，亦都好悲傷。喺作戰期間咧，我哋死咗300幾萬人，病亡加埋400幾萬人。呢個係我哋戰時徵兵。簡單嚟講，我哋死咗416幾萬人。其中戰時成個戰爭嚟講，中國徵兵咗550萬。簡單講係咩概念咧？就係由於抗日戰爭，我哋唔夠日本人打，我哋需要不斷增加人，最後我哋係能夠徵到4.3倍多日本人嘅士兵，然後打贏咗日本。OK， 即係話，就算我相信啊，我自己預計，就算美國唔係將原子彈掟落去長崎同廣島，日本投降嘅話，繼續磨落去。拖落去嘅話，中國軍隊最後都會勝利。OK， 好嚟咯，最後一 part， 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仲有大約半小時講完佢。抗日戰爭2喺邊度？呢個係八國聯軍。八國聯軍期間呢一相點解咁嘅樣咧？因為佢係清朝嘅相。八國聯軍期間，中國人呢個中國人，八國聯軍期間。佢哋唔單止係冇抵擋八國聯軍，
仲要幫八國聯軍扶個梯嘅。即係話咧，中國人咧喺呢個階段入邊咧，由於我哋又唔係一個民族啊，皇帝換咗啦，同咩關咧？所以好多中國嘅老百姓咧，佢唔單止唔係抵抗八國聯軍嘅，佢仲係幫八國聯軍咧係扶梯啊、安梯啊、搬運啊呢一堆嘢嘅。OK， 我哋好簡單，因為呢班人冇民族信仰嘛。我揾咗個記錄，呢個記錄好有趣。呢個記錄，呢個記錄咁記嘅。八國聯軍攻入城嘅時候，究竟發生咩事？哇！百姓元氣是好，然後咧就係奏樂放炮仗，再嚟咧就係跪迎敵軍。哇！仲係奉以咧呢個飲食，對佢嚟講冇所謂㗎。清朝領導人、清朝政府同八國聯軍差唔多啫，換一個有乜所謂 ？OK。然後聯軍未走喎，八國聯軍未走，喺京城咧係霸咗幾個月之後咧。百姓對佢哋咧係金錢奉獻、歌功頌德，即係話呢班百姓唔覺得羞愧嘅，亦都唔覺得呢班侵略者，總之同清朝差唔多，一模一樣。再嚟德國喺八國聯軍嘅德軍啊，駐守區域，啲商戶咧為咗表示同德國 friend 咧，將啲名咧改為咩德興、德勝、德昌、德永 ，OK， 然後喺其他地方都差唔多，即係話從呢個數據你睇到咩咧？或者呢個文獻睇咩咧？就係喺八國聯軍期間，中國人唔單止冇同仇敵愾，亦都唔單止唔會覺得哇呢啲咁外族打我哋，佢哋反而覺得咧，即係有冇分別啫？同清政府有咩分別 ？OK， 嗱早排咧一套電影嘅，我覺得好正呢套電影。呢套電影叫《戲台》，戲台咧係入邊有一段就係講緊咧就係北京城被攻陷，啲市民喺度討論緊啲乜嘢。你哋國語應該掂㗎嘛？普通就得㗎嘛？聽到喎。馬大炮！洪大帅是德国顾问，敢吹普鲁士军歌啊？赶快回去练！哎，小跑车越来越近了，赶紧加速！未来，穷吃穷喝穷听戏，这北京城几百年了，打归打，唱归唱，什么都不耽误。各位，知道明儿晚上谁在这唱吗？谁呀？武清榜金孝天。哎呦，赶紧回家凑钱去吧！好簡單㗎咋，北京城俾人打，呢單北京嘅市民討論嘅唔係點樣防守，亦都唔係點樣去同人打，佢討論係咩？今晚唱咩戲？今晚有咩戲睇？然後呢單人諗住走嘅時候咧，又同佢講：喂，今晚有個叫金兆天嘅嚟唱戲啊，好正㗎！成單人就關注呢個問題㗎啦。因為好簡單嘛，成個當時嚟講，無論係中華民國時代，無論係大清嘅晚年，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中華民族未成形嘅。結果咧就係佢哋關注嘅其實就係啲好少嘅事，而唔係國家大事。OK， 嗱好啦，呢個係四川，呢係四川。四川咧叫天府之國，嗱四川呢度啊，天府之國。成個四川5000萬人口，頭先講過無數次啦。抗日戰爭打到呢度，你係四川人，其實可以唔參與嘅。即係話，如果頭先去翻頭先北京人嗰啲態度，即係話喺晚清嘅時候北京人態度，四川人可以唔參與嘅喎，關我咩事啊？關我咩事啊？即係話成個中國呢邊俾人打啫嘛，呢個關我咩事啊？我哋5000萬人冇事㗎。四川好安全㗎，喺成個抗日戰爭嘅歷史入邊，四川出咗160萬人出川打仗，其中50萬人戰死，其中就有呢支旗，四川人嘅旗。呢一旗咧係1937年，嗱再講一次，成個抗日戰爭冇打到去四川㗎。後邊嘅同學，我哋打唔到你，打到前排啫，你哋可以唔出川㗎，安全㗎，冇事㗎。呢支旗係咩嚟嘅咧？四川一個學生叫黃建堂 ，OK？ 黃建堂咧就本來咧係做文人嘅，後來咧因為日本人打嚟，佢決定
去參與戰爭。參與戰爭嘅時候咧，佢老豆唔單止冇阻止，仲將支旗，我哋叫死字旗，賜咗俾佢。望下支旗寫咩喺度啊？由右至左睇，我不願你在我跟前喺我面前啦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份上盡忠。死，國難當頭，日寇爭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即係佢本來諗住打，奈何我個年紀已經過咗，恨吾有子，好似我個仔，自覺自動請纓。我賜呢支死面旗俾你，賜旗一面，你隨時帶喺身上，受傷嘅時候抹咗啲血，死咗之後用呢支旗包你身體，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即係話你要從呢啲旗你睇到件事，近代八國聯軍或者早期日本人打我哋一盤散沙，中國人一盤散沙。但係去到抗日戰爭，日本人俾我哋兩個選擇：第一個投降死得好慘，第二個反抗可能仲有得生命嘅時候，一大堆嘅中國人湧出嚟，就算係四川人都湧出嚟啊！你會見到好多呢啲㗎，其中冇手㗎，但係佢帶住笑容㗎。你會見到呢啲相㗎，呢啲相咧係俘虜咗日本嘅士兵嘅啲軍械，好開心嘅啲相。來自五湖四海嘅中國人，有四川嘅，有湖南嘅，有湖北嘅，有山東嘅。其中著名嘅河南人黃正南嘅屋企，呢屋企咧，佢屋企有10個人係參與咗抗日戰爭。咁啊有一次咧，就喺1942年嘅時候咧，佢哋一齊翻屋企去休息嘅時候咧，合照咗呢張相。呢張相咧，我哋叫人字樹，入邊有大約10個人參與咗抗日戰爭，最後能夠生存走翻出嚟嘅2個。OK， 呢都係中國嘅精英。呢個咧係叫做筧橋嘅中央航空學校，當時係精英。咩叫精英啊？揸飛機嘅，佢哋唔係普通嘅士兵，揸飛機。咁呢班士兵係咩咧？就係因為要同日本打嘛。咁啊，中國冇空軍嘅空軍機師嘛。結果佢哋美國受訓，然後去到杭州筧橋嘅地方合照呢張相。呢張相非常地上，逢係十字嘅戰死嘅。你就發現有幾多十字啊？入邊除咗係3個之外，全部戰死。而且你發現啊，呢個係第一梯、第二梯、第三梯、第4梯、第5梯，一梯落嚟都係咁樣。抗日戰爭唔係一啲普通人去打，英裔去打，民族精英一路參與嘅。OK， 我講一場戰爭。呢個咧係好著名嘅43年一場戰爭，叫石牌之戰。石牌喺邊度咧？石牌喺呢度。如果石牌穿咗嘅話咧，重慶就死㗎啦，重慶就大鑊㗎啦，因為石牌係幫住重慶嘅地方。負責守石牌嘅咧係少將叫胡璉嘅，呢個叫胡璉。胡璉當時守住石牌，同日本人打，8-9成機會打敗。結果咧佢就寫中3封信。第一封信咧係寫俾佢上司，封信係咁寫嘅：成功雖無把握，成人確有決心，確有成決心。咩意思咧？就係我唔知打唔打贏，我唔知道打唔打贏。但係，如果我打唔贏嘅話，我就殉國㗎啦。OK， 但係你記住喎，佢寫俾佢老細，即係寫俾佢上司。咁你覺得可能寫俾上司係啲假㗎啦，寫俾上司係嘛 ？OK， 寫俾個老豆，寫俾個老豆。寫個老豆嘅時候，同老豆講：成功同成人，即係成功同埋死，我冇選擇㗎啦。一係成功，一係死。你有個仔好似我咁，能為國而死。你作為老人家，你安慰啦 ，OK， 佢安慰，然後寫俾佢老婆，佢就同老婆講：哇，等將來個仔長大成人，應該再當軍人，為父親報仇，為國效力 ，OK， 然後再同佢老婆講：我做咗10幾年嘅將軍，你好多嘢欠你，負你處甚多，而家我哋要分別啦，我哋可能永別啦，我就發現我冇嘢地理。留金雕一隻，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俾你做留念。
然後如果你讀到呢個信嘅時候咧，唔好傷悲，亦唔需要痛苦。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而歡樂。咩意思咧？就係胡璉寫3封信出去，第一封信俾佢上司，第二封信俾佢老豆，第三封信俾佢老婆。3封信都表達同一個概念，就係我為國戰死嘅啦，我必定可能為國戰死。然後亦都帶出一件事係咩？就係呢啲將軍啊，終其一生咧，其實冇乜享過福嘅，最後留低貂一隻，自來水得一支，日記本一本，然後咧就係即係同佢哋講終有一生，終有即係成個過程會結束等等。你就發現我哋抗日戰爭唔係一班人打，係全民抗戰嘅概念就喺呢度。佢唔單止係士兵嘅參與，唔單止係將軍嘅參與，唔單止係精英嘅參與，亦都唔單止係平民參與。最後啊，胡璉呢場仗冇打敗，即係話胡璉呢場仗咧係將日本人驅逐出去。胡璉亦都冇戰死嚇，但係佢留低咗3封信咧，就成為我哋抗日戰爭一個好重要嘅記憶。好，講咗咁多，我哋整一個，等先啊，係成個抗日戰爭對我哋民族最大嘅作用，就係我哋民族從戰大到戰勝嘅過程。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點樣反映呢件事呢？我後來諗咗好耐，我終於諗到個方法。我用戰爭嘅節選比率嚟比較。嗱，呢個係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咧，我哋同英國人打，結果咧英國人咧大約死咗500人，其中100人戰死，另外300到400人咧係掟死嘅。OK， 我哋中國士兵戰死23000人，節選比例好誇張，56:1。即係話死56個中國士兵換1個英軍。再嚟咯喎，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咧，我哋死咗幾人咧？我哋死咗35000人，日本人死咗13000人。嗱，當時中國即係大清咧，同日本係差唔多嘅咋，即係個軍力、個裝備差唔多，但係我哋死得比較多。原因好簡單，我哋陸軍死嘅人多好多，然後我哋節選比率係2.7:1。嗱，如果就咁睇咧，哇！真係好大件事，我哋連日本人都打到咁。然後就係抗日戰爭。抗日戰爭呢個節選比例更誇張。嗱，你會見到咧，就係我哋死咗320萬大約軍人，然後日本人喺成個中國國土死咗57萬，我哋節選比例係5.6:1。我想講咩咧？就係近代中華民族點嚟？如果我哋睇呢場戰爭，你就發現咧，哇！喺清嘅戰爭我哋慘敗。清嘅戰爭慘敗，去到近代，我哋中華民族再重建嘅時候，節選比率係5.6:1。如果你就咁睇咧，哇！我哋中華民族都唔係好得啫喎，去到呢一刻為止，仲有一場戰爭，邊一場戰爭？佢哋有冇教我唔知有呢個年代，仲有一場戰爭，朝鮮戰爭。如果你從呢個節選比率睇咧，你就知道咧，近代中華民族嘅重建就喺呢度。去到1950年，我哋同美國打場朝鮮戰爭，我哋死嘅人咧係197000人，美國士兵同韓國士兵加埋，後邊仲有好多菲律賓士兵加埋，大約死咗196000人。然後咧節選比例就1.1，差唔多。你就發現咧，嗱，呢啲資料咧係各本書抄出嚟之後咧，你就發現成個過程從戰爭嘅角度，中華民族由凄涼，好凄涼。去到後來重建翻嚟，所以我哋一個好簡單嘅總結嘅啫。抗日戰爭對我哋最大影響係咩咧？中華民族嘅加速形成。中華民族點嚟？佢係滿清嘅子民，係漢族。OK， 佢係漢族，佢係滿清子民。你會見到啦，嗱，呢張相入邊，呢單人係冇國家認同，佢哋只係一單朝代。清換咗，明換咗，清換咗，對佢嚟講冇影響㗎。你個老細係邊個定冇影響 ？OK， 但係由於抗戰中咧，成個民族經過血嘅洗禮，我哋獲得新生。新生嘅結果咧，你就發現一樣嘢就咩？我哋形成咗古代嘅民族，重建成一個新嘅中華民族。如果用一個 formula 更加容易總結嘅。本來我哋係4萬萬散沙，4億散沙。由於抗日戰爭嘅影響，
成個民族由分亂到鬆散，變成咧民族覺醒、全民界定，直到今日。成個抗日戰爭對我哋最大影響，中華民族嘅重建。OK， 好啦，咁我講座咧其實去到9、9、10、10噶啦。如果你到而家，我哋要講啲咩啊？聽啲咩啊？唔緊要，我最後剪咗首歌，你哋應該聽得明呢首歌意思。呢首歌其實係俾中學生聽嘅。OK， 咁啊，你哋聽下咯喎。可當年那份無畏，當年的那份血淚，無論去怎麼描繪，都更要難上百倍。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蓄謀已久，制造了一個借口，卻像是一條瘋狗，咬下了這地人口，先占了整個東北，又揮刀向了華北，100萬公里的山水安排了一個傀儡，其中的一支部隊更加是彌天之罪，犯下的罪行之累，連禽獸都會慚愧。先冰凍後再解凍，說看看人能多痛；先蒸乾後再稱重，說看看人有多重。那孩子剛會走路，被一刀釘在原處，那分明是個孕婦，被掛在那棵老樹，犯下的罪名無數，最多的便是屠戮。1萬人的墳墓，已數不清是幾處。可我們這個民族就從不懂得屈服，哪怕是丟了頭顱，不做了亡國之奴。有學生走上街頭，以血肉要着理由；有將軍守着山頭，說誓死報着國仇。大家翻到下一頁，別忘了這份冤孽，是他們喊着3個月就要了我們一切。當年的諸多英烈，用鮮血寫的一頁，以血肉戰了3個月來爭我中華不滅，是全民族的抗爭，影響了烈烈寒風。很多的英雄無聲，卻永駐在了心中。我大抵很難講得清戰爭的這份血腥，因為要講到南京，南京。是30萬的平民被燒殺屠戮而飲，堆成的屍骨成群，還都是有跡可循。把殺人當作比賽，職業還有着屠宰。他們像是鬼怪，笑談着誰的刀快。可今天他們的課本刪掉了這些殘忍，用很溫柔的口吻修飾了這份兇狠，而後又反覆來論，說忘了這份仇恨，犯下的人身之分，到今天他們不認。他們不會記得住，孩子們。要記住，全世界人都在看我們的這場磨難，是一次次的會戰換來的血脈沒斷，用地道游擊反抗，把地雷鋪到田上，模仿麻雀的模樣反擊着每次掃蕩。自古時若是風起，便有人迎風而起。井岡山上300里，敢問這何時風雨？當年是敵強我弱，便不去貪那一刻。但如果信仰有顏色，那一定是我紅色。當敵人開始膽怯，開始了心疼流血，又企圖想用分裂來掩蓋這場侵略。可中華民族的信任就從不是個疑問，況且這國仇家恨已早已不必多論。腳下的這片土地有5000年的含義，對方一定會銘記當年的那份無力，因為再打個10年，哪怕再打個100年，中國人的語言還是字正腔圓。回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頑強的意志和英勇的鬥爭，徹底打敗了法西斯主義，在人類歷史的長卷上寫就了一部蕩氣迴腸的英雄史詩。14年的抗爭，8年的烈烈寒風，少年中國赤彩胸換來的萬里晴空。因為一張橋的笑，這世界不再聒噪，它不是新的容貌，卻顯得那麼年少。引以為傲的航天已發展到了問天，奧運會一馬當先，多像是一首詩篇。古代記錄了雲煙，以東風定了岸邊，我們在世界之巔回望着那個昨天。昨日的那場二戰是全世界的磨難，今日的中華璀璨沒負着長路漫漫，前方的身影無數，留下的這些腳步，以鮮血築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護。要記住這些先烈，自昨日流的鮮血，都翻到最後一頁，去寫上一句感謝。同學們拿起紙筆，要寫在你們心裡。昨日的那場風雨，要常常想起。OK，睇呢個問題呢個，哦
你嚟我嚟。哦，你嚟。呢個俾你睇，個 iPad 俾你睇。係各位歡迎邱博士精彩嘅講座。咁而家係問答環節。咁如果現場同學你哋可以有咩問題、有咩諗法，都可以同邱博士交流嘅。有問題啊？咩？佢行翻中間嘛？行翻中間。我可以係。你哋有冇做會嘅？嗱，text 上面有問題，但係我想留咗俾呢度嘅同學先，好嘛 ？OK， 咁我呢個問題先好嘛？好啊，好啊。網上有問題。嗱，呢個問題我唔知道對同學係咪太複雜啊，但係我都會答一答佢啦。佢就想問咧，就係點樣睇高市早苗嘅台灣有事論啊？我諗即係要講少少背景啦。即係而家嘅日本首相叫高市早苗，咁啊前一段時間咧就發表咗種講法，就係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嗱，我講一個比較簡單嘅答案咧，就係咩咧？就係中國日本喺抗日戰爭80年到今日，好多問題未解決嘅。咩意思咧？就係對中國人嚟講咧，就係日本人做咗彌天嘅大禍，殺咗我哋好多嘅人，但係喺佢心入邊佢唔記呢件事。我哋又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究竟忘記佢好啊，定係同佢繼續即係交往去？所以中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係非常用一個詞咧叫別扭咧，或者叫奇特啦。喺日本人眼中就係我冇輸咗俾你，我係輸咗俾美國，我係冇輸咗俾中國人。咁喺中國人眼中就係你做咗咁多壞事，你連道歉都唔肯。嗱，我形成兩個極端啦。好啦，咁而家個特點喺邊度咧？就係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咁事實上喺日本人頭先我講過一次啦，喺日本人眼中咧，喺個最理想嘅狀態就係中國分裂咗好多個國家，分裂咗5、6個國家。即係話喺日本眼中就係佢最怕就係見到一個統一強大嘅中國。咁高市早苗呢個言論咧，其實為咗咩咧？就係為咗拉美國落水，去同中國即係攣過啦。咁事實上中國喺呢方面咧個回應都好簡單，就係你呢句説話，你講嘅呢樣嘢，你咪真係做。如果做嘅話，我哋有唔同嘅方法應對。咁所以咧就我想從呢個高市早苗呢個答案咧，亦都帶出一個問題。就係中日問題，直到今日都難以用和平嘅角度去解決嘅，即係好複雜。複雜係咩呢？歷史問題、戰略問題。我哋今日同日本好多嘅感覺上，其實係處於一種好怪嘅狀態。所以我自己老實講，我悲觀嘅。我對中日嘅發展我係悲觀嘅，即係話二戰留落嚟嘅好多問題，同埋中國近代發展嘅問題。佢可能需要另一個方法去解決。我哋唔想戰爭，但係最後可能用一個戰爭形式去解決咧，我都唔覺得係奇特一件事啊。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我哋會用玩火咧去形容高市早苗。咁但係結論係咪咁咧？最後係咪咁咧？我都唔知道啊。只不過我覺得未來預期2、3年咧，中日問題係好複雜，亦都係隨時可能會出事嘅。嗱，呢個我睇法。OK， 好，咁係咪？有冇啲係比較同學係理解嘅？有同學有。OK，Question 1, 2, 3，邱博士你好。咁咧，我前幾日都留意到啲新聞啊話，高市早苗會下個月去靖國神社啦。咁你會點睇呢件事咧？如果高市真係去咗拜占庭嘅話，sorry， 咁由於直播嘅，所以我會重複一次個同學嘅問題嘅。咁佢嘅意思就係話，佢嘅問題咧就係講之前呢幾日高市早苗話可能會參拜靖國神社，咁亦都想請邱博士睇下點樣睇呢個新聞。你想我認真答你定官方形式答你？我用我嘅方法答你，我好想佢去，我好想佢，因為點解咧？就係中日，我再講一次，中日嘅特點喺邊度咧？就係大家都唔舒服。日本認為我冇輸俾你，
中國認為你做咗咁多嘢你都唔道歉，兩個心態其實係好需要一個解決方案嘅。呢個解決方案就係以前嚟講，為咗經濟發展，為咗咩都好咧，中日係唔談論呢個問題。但係兩國嘅民心其實係有嘢嘅。咁我覺得最好解決有嘢方法咩？嗌場交咯，將件事攤開嚟講咯，將所有嘢攤開嚟講。所以而家高小早苗咧，你發現咧就係即係中國嘅外交部又好啦，國防部好啦，好多嘅做法咧係咩咧？就係佢要將原來隱藏咗好多年嘅睇法，好多嘅角度而家拎晒出嚟講。咁正係好寫嘅，即係話我哋需要去到戰後80年咧，我哋需要係一個咧係唔好再掩飾啦。我哋即係有啲咩問題去講，結果係點我都唔知道。但係我再講一次，日本呢個國家係同中國係一個戰略結構嘅矛盾。咩意思咧？就係佢強大，佢就打西邊嚟。所以中日要友好咧，其實得個選擇嘅啫，一係中國弱，一係日本弱，冇可能兩個強嘅。而家就係兩個都強，兩個都強咧，咁就你睇我唔順眼，我睇你唔順眼，結果可能最後而家叫嗌交啦，可能最後就係以一場戰爭或者其他解決。所以我頭先講無數次啦，由於結構上嘅矛盾咧，我係悲觀嘅，我係悲觀嘅，即係中日一定會有第2、3次嘅解決方案，但係呢個方案最好唔係戰爭，如果係都冇辦法。OK， 係其他同學仲有冇問題或者有啲諗法想同？咁政治嘅你哋問啲問題，冇人理歷史喂。你咪要重複啊？係，我重複一次問題啊！阿同學就係問中國之前點解要派19萬軍隊咁樣去參與朝鮮戰爭？唔係派19萬，係死咗19萬。死傷19萬。派咗200萬軍隊，死咗19萬。首先你個問題係問錯嘅。點解問錯咧？唔係，我覺得正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中國歷史上三次出兵朝鮮，3次啊！一次明代，一次清代，一次近代。點解？朝鮮唔關我哋事喎，係嘛？你哋話噶嘛？朝鮮唔關我事嘛？朝鮮關你事，因為點解？朝鮮一淪陷，北京就冇啦，簡單㗎咋。由朝鮮係北京嘅屏障，或者中國華德成個政權嘅屏障。朝鮮一淪陷，成個華德為主嘅北京就淪陷。OK， 所以點解好簡單就當時係中國打咗26年內戰，同世界上第一強國美國打。你記住喎，美國強大到咩呢？有飛機、有大炮、有戰艦，全部有啦。美國一個連嘅士兵20幾個人入邊有冷氣嘅，有空調嘅，我哋叫。中國士兵連保暖都冇嘅，全部用草去塞落去啲衫褲入邊。但係都同美國打，原因好簡單，因為近代中國點解即係清朝點解亡國呢？就係甲午戰爭，朝鮮冧咗嘛。所以調翻轉，如果喺1950年美軍登陸朝鮮，就好容易攻入去中國東北嘅。所以朝鮮直到而家都係嘅。如果你睇中國外交好得意嘅，全世界國家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國家只有一個。係中國同佢簽咗個合議，如果你俾人打，我就當你。嗰個國家叫朝鮮，即係德韓，全世界得呢個國家㗎咋，其他國家都係咩戰略伙伴關係等等。所以朝鮮最大嘅作用就係拱衛京畿。朝鮮一淪陷就冇啦。所以亦都解釋個情況係咩咧？就係點解我將朝鮮戰爭放出嚟，或者將韓戰放出嚟咧？最重要一點就係咩咧？就係經歷過近代史都好凄涼嘅結果之後，我哋喺抗日戰爭同埋朝鮮戰爭重新打出咗中華民族歷史上其中一個咧係戰鬥民族，重新打咗出我哋個民族認同出嚟。OK， 唔該你。咁點解全部男同學嘅？後邊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啊！係同學。
你好啊，邱博士。係你好。我想問咧，即係我哋作為可能新一代嘅青年，可以點樣去看待抗日戰爭呢件事，或者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好，唔該晒。係咪使唔使重複問題啊？係都重複一次問題啊，就係作為青年咧，我哋應該點樣去看待抗日戰爭啦，同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第一，年青一代基本上其實好多嘢都唔使做嘅，因為老一代已經幫佢做咗好多嘢啊，犧牲啊、死亡啊、建設啊，呢個第一樣嘢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嗱，我記住一樣嘢，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嘅使命。OK， 老一代人使命係咩啊？生存，俾人打到飛起要生存。年青一代嘅使命係咩啊？發展強大，我哋建立一個更強大、更溫馨、更和諧嘅國家。好啦，去翻你嘅問題，抗日戰爭有咩教訓俾我幾樣嘢？頭先我講過好多次啦。第一個，抗日戰爭最大教訓就係落後捱打，尤其係我哋以前唔覺得一個好大嘅力量。日本以前我哋睇唔起佢。但係由於我哋唔夠去打咧，俾人打到去咧，我哋嘅首都俾人攻陷啊，俾人屠殺等等，所以呢個要記住一樣嘢就係任何時間一放鬆咧，其實就好麻煩。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都要年青一代要留意一樣嘢，就係由於前人嘅努力，我哋呢一代人係少一代人咧能夠平視日本嘅。嗱，各位同學，你記住一樣嘢啊，我係70後。80年代我哋即係開始有電視成長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哆啦 A 夢，即係叮當大雄住喺2層樓嘅，哇！日本嘅汽車、日本嘅音樂、日本嘅漫畫、日本嘅電影，對我哋好震撼㗎。即係話咧，我哋當時講呢就我哋知道抗日戰爭，我亦都知道日本人做到好多壞事，但係日本好靚啊，日本好靚啊！而家呢一代咧，經過我哋好多嘅前輩中國人嘅努力之後咧，基本上咧，其實呢一代咧就係我哋呢一代係比較容易停視日本。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新一代我哋嘅做法就咩咧？就係我哋唔再係困於咧，即係日本嘅靚啦、日本嘅文化啦，話日本好正啊，我哋亦都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你哋作為新一代啦，你哋就算去日本旅行。我想咁樣嘅，你去日本旅行或者去日本玩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從一個哇呢個角度，而係你可以睇到好多日本民族嘅特色，好嘅、壞嘅，我都認為去到民族係互相學習嘅。OK， 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咩咧？就係你哋成長嘅背景係復興嘅中國，係開始強大嘅中國。以前嚟講啊。我哋呢一代人諗起先進，諗起日本。而家呢一代人，我個仔嗰啲諗起先進，第一件事諗起深圳，兩個世界嚟㗎啦，兩個世界。我上2個禮拜我喺日本，我仲發現日本係用緊，我唔知你見過未 ？floppy 見過未啊 ？floppy 見過未？電腦嘅 floppy 見過未？我仲發現日本人用緊 fax 機。傳緊政府文件，我唔知你見過呢啲未？然後我發現咧，佢用嘅手機咧 ，iPhone 以外嗰啲，日本以前手機好先進嘅 ，NCC Docomo 好先進嘅。但係而家佢用嘅手機，我哋任何一個中國品牌都贏佢好多。即係話我哋所想像中嘅先進日本，曾經高不可攀日本，我哋可以平視佢。咁好啦，你呢一代人就喺平視呢度長大㗎啦。然後你就要諗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你哋將來嚟講，中日唔論點發展都好啦，好嘅就係和平啦，唔好嘅可能其他嘢。咁你就要諗一個問題，就係喺新嘅時代、新嘅環境入邊，你點同日本人啦或者世界上溝通？咁香港有呢個角色噶嘛 ？OK？ 咁啊，所以咧以前嚟講，我哋覺得日本我哋仰視嘅，哇好勁啊，好犀利啊！而家我哋係平視，去到我相信啊，去到你長大嘅時候，可能係俯視。咁啊，呢個亦都係近代成個中華民族努力結果嚟嘅。OK， 冇啦。OK， 係。各位同學，仲可以問到一條問題嘅。仲有冇邊位同學想揸緊呢個機會？
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大家再以熱烈嘅掌聲歡迎阿邱博士今次嘅講座啦。哦，OK，多謝。係，咁我亦都再講多兩句嘅。咁就係咧，大家每位現場嘅同學老師咧有個袋啦，個環保袋入邊咧就會有一個係我哋一個棉花嘅一個 souvenir 一個紀念品嚟嘅。咁呢個棉花咧就產自中國嘅新疆嘅，咁係一個新疆棉嘅產品嚟嘅。佢嘅特色咧就係絨毛長啦、強度高啦、色澤好啦，同埋因為佢嘅日照時間咧，佢係全世界最優秀嘅棉產區之一，所以呢個 cotton 佢嘅質量咧係非常好嘅。咁歡迎今日大家再次嚟到由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嘅舉辦嘅呢個講座啦。咁我哋本中心咧係致力於中華文化喺香港嘅傳播啦。咁亦都係會承辦各間學校啦，喺大灣區嘅一啲關於中華文化嘅活動啦。